大家好，真欢喜大家来参加台文通信读册会第27回，我是苗豆哥，甲我做伙主持的小嘉阿伯。这个读册会逐礼拜举办，这个读册会目的要催促大家讲台语、写台文，希望大家讲家己的母语。将26回读册会的内容已经整理好啊，感谢暗公照有甲咱斗起这个网站，还有阿明小嘉的录音制作。为着要更较好催促台语甲台文通信这本册，甲将26回读册会运动做成 YT 的影片，为着要互大家较方便用手机啊收听，搁伫读册会网站，互大家会使用 Podcast 来收听。网站的网链搭伫空间顶面，请大家去网站看卖。这礼拜竞选的文章第一篇：性别权人命的正名运动。作者是李钦欢先輩，这篇文章伫台文通信日刊380页，线顶109期第6页。无册的朋友会当伫空间顶面找这篇文章的网链。第二篇，若时间无够，可能都无读到。毋过第二篇30档日刊回应，名姓人生online的角色，做伙来讲台语，算甲欧妈妈好无协会。这篇文章伫台文通信日刊381页，无线顶。要做伙来读册的人会使清迈，欢迎来斗阵读册。咱第一篇的文章：性别权人命的正名运动有7趴，第一趴，敢有人要先来读？永安有清迈，是毋是想要来读看卖？好啊，大家安好。我是永安。永安你好。你好。对，是性命权这篇暂时。是。我会使家己选择讲要读到倒位，还是讲？对，你会使讲你要读偌济，你要读1趴2趴拢会使。OK， 安尼我开始。好，感谢。性命权人命的正名运动，李钦欢有一个朋友公开踮网络顶面宣布，按今年开始要叫做两光，毋是两公。虽然汉字白白写同款，台湾话较是一字读文言音，一字读白话音。伊认为读白话音较合现在台湾人，文言音是种汉学雅的读，名字应该文读也是白读，是见仁见智的代志。但是伊讲伊叫做两光，毋是两公，咱就叫伊两光，因为迄是伊的名，有伊家己的性命权。但喙玉女士在过身以前，转去台湾，捌伫台南新海的上音堂演讲。伊讲伫任何所在，人若叫伊陈翠玉，伊拢毋应。伊讲伊是陈翠玉，毋是陈翠玉。虽然汉字写出来拢共款，你若叫日本的苏都崎先生、铃木先生、韩国的金大中、金大中，因敢会甲你应？这个道理敢无共款？但喙玉女士坚持做一个台湾人，应该有家己台湾音的叫法，用北京音叫，就毋是伊的名。一个人应该有家己的性命权，性命权嘛是基本的人权。好，我读到这。感谢永安。永安读了真好。永安甲咱读了这2趴，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讨论？还是迄个标题我着淡薄仔丢，迄是性命还是性命？还是权还是权？迄敢有人知影？若是我查，伊是拢有呢。性命权有讲性命嘛有性命，嘛有讲权嘛有讲权，但是这2个词我是拢有查到。对，我头拄来查台语，嘛是台字大词典是2个拢有收。嘿，所以可能是就靠查。应该看你较关系讲倒一款。永安是毋是拜有参加读册会？有，我是参加迄个台名人迄个小选。台名人文学选的嘛，对。
哦，好，好，以上。我知影。好，感谢永安。永安甲咱读这个拍，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提出来讨论？还是你有无共款的读法嘛会使？嘿，请讲。大家好，永安大家即拍真好，大家真赞。毋过这所在要甲永安请教，第一拍的所在算落来1、2、3、4，第4抓的所在，文言饮是中汉俄爱读，头拄仔你敢是安尼读？会对，我是听中汉俄爱读会对。对，伊我本身嘛是安尼，毋知影讲大家伫即个所在敢有别款的读法安尼，想要请教大家。我是读汉学的当呢，就是迄字。我读汉俄爱读。哦，汉俄汉。我会读第8条。哦，汉俄会读，敢有人甲我共款？敢有人读汉学？汉学甲汉俄嘛，哦。我要讲的是毋是后壁有加一个迄个就变做爱读俄汉俄对，毋是，因为你若是直接讲汉学，就亲像我若是想着别个字，譬如讲人类学，语言学，我会安尼去想，毋过伊后壁加一个迄个有无？是毋是就是汉俄安尼？因为即字我是毋捌听过的，就是俄安尼，嘿，我头一回听到。我头小加一票。等我验麦。咱遮迄落北投遮本地有一个迄落姓陈的宗祠内底边仔因家己的迄个私塾啦，吼，因家己的迄个学校，300几栋即马拆掉，遐就是以早是叫做汉俄嘿啊，对啊，汉俄我毋知影讲，可能是汉学是一个学科，迄个时阵就是汉学，毋过。反正是讲，你去到迄个学堂内底，迄个私人的学堂内底，也是讲学汉字的，连到变学。我毋知是安尼啦，因为这较这理论我就较毋知啊。毋过确实是安尼。哦，汉俄是在讲所在啦。汉学是一门学科。感谢，歹势，我会当请问。迄落，敢有其他的例啊？就是用蚵即个啥物蚵即种西蚵还是？有啊，夜间煲的，你会安怎讲？夜蚵夜煲的啊。暗蚵暗蚵我听到。好，多谢。好，感谢龙志，感谢丹罗，感谢阿明嘛，感谢永安。感觉有，大家感觉有啥物意思要讨论？真趣味哦。有几个变调啦，就是迄个第3专有一个曲，这是缩音的曲，曲是一字读文言这个曲嘛吼，过来下骹是较下现代台湾人，过来搁后即专后壁文字应该是文托，是白托，文托白托。过来第2段，陈翠玉女士这段要过身进前，转去台湾。这第2条爱念第1条，爱转第1条。好，以上。感谢龙志。好，我补充一字吼，第2拍的头一抓的上尾迄字，是上音长，还是上音长拢会使，就是头一字，迄字可能大家较会。读毋对啦，上迄字读上。我查词典，我是无查到别个音，毋知影敢有人即字有读过别个音，嘛是讲有倒位去查，有查到别个音安尼。若无咱都上音长安尼，上音长拢会使。好，以上。感谢小嘉，敢有人是无共款的读法？好，若无安尼就是上音长还是上音长，拢会使。两字请讲。还有一个迄个韩国的金大中，伊迄个泡泡沫迄个金大中，迄个是咱摕出来才讲，迄是不插啦。伊迄个你若像迄是伊是只用迄不插，大家跳淡薄以上。我拢无发现讲伊其实迄个注音是拍毋对安尼。
感谢良知。我阁有发现吼，第二段迄字敢若拍毋着，第二段第一转，但喙角愈事要过身以前，伊迄个比伊第四条敢若是拍毋着吼。这应该是讲，伊也未过身以前。哦。未过身以前，也未过身以前，嘿。哦，未过身，要未过身以前。嘿，对，要未意思，嘿。好，多谢。好，感谢永安，感谢阿明，感谢小嘉，感谢良知，感谢大家。感觉有，其实安尼讨论真趣味哦。那无，感谢永安甲咱读的这2趴。安尼第3趴，敢有人要来甲咱读1趴？若无人我来读好啊。好，看我读1趴就好啊吼。台湾的原住民是互国民党暗头到尾写空空的民族，土地语言的剥夺权，剥夺免讲，参因民族的称呼、地名。人名嘛拢无家己的自主权，伊要叫做原住民，一直到最近才得到允准。以前一直互人叫做山胞，毋管因住伫平地、都市，也是海边，拢是山胞。后来嘛简单同意因叫做先住民。要叫做原住民，竟然爱无停的请愿示威，甚至经过李登辉本人的同意。其实原住民伫台湾的历史上少有6000年，因是整个太平洋南岛彝族的祖先。这个伫人类学、语言学界，互人公认的事实，已经存在共要10多年啊。伫台湾本岛，竟然真少人要去了解、相信。讲来，就是汉民族的沙文主义在作怪。台湾的原住民伫台湾已经有6000年以上的历史，这是中国文化沙文主义者袂当忍受的代志。因为安尼，煞比伟大的中国5000年文化搁较长。这也是国民党一直毋肯承认因是原住民的主要原因。好，以上。好，感谢小嘉。小嘉甲咱读的1趴，大家讲有啥物意思？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对1趴有啥物看法嘛会使哦？敢有？迄个同尾啊，迄个一个变调，敢若有一个变调，这个国民党一直毋肯承认因是原住民的主要原因。第三好，7变3好。嘿，感谢良知，感觉有？若无真感谢小嘉，表示小嘉读了真好。毋过我无印象讲原住民捌互人叫做先住民呢。大家敢有即个印象？无呢，以前是拢叫山地啊，敢较无尊重人的讲法啦。我是无印象呢，可能有啦，是毋是年代伤过久长啊？有哦，我听过哦，会使，敢若嘛是会使，就是若是用先住民的讲法，就是表示讲因是先来的嘛。哦，是这个意思。毋过我无去研究讲，就是头一个安尼讲是啥物人，是讲搭一个状况，因为这互迄讲着要用汉字去解释，就足痛苦，因为会使讲先住民可能是咱汉人的祖先嘛是先住民，迄就回袂了啊。毋过我感觉就咱咧使用的时阵会使加想看卖者，会使甲其他的人问讲，你敢捌听过安尼讲？你敢认为讲会使安尼去称呼伫台湾？就早以前，不管是啥物时代，就甲遐个人拢叫做咱的先住民，去讨论看嘛。毋知下面有迄落资料读过，
我无确定。哦，虾米敢知影，还是你这无？毋知虾米有方便验咪无讲。阿秋请讲。敢若有印象是伫讨论即个原住民要用倒一个名是有讲到即个，就是先住民即个，就是选项啦。高山族迄款名词，敢若嘛有诶，嘛捌出现过呢。歹势，等咯，你问诶问题是啥货？就是迄个先住民即个讲法是敢有较早诶记录，还是讲迄是尾啊？咱有人咧讨论讲要安怎称呼原住民诶时阵，才出现名词。爱看是倒一个名咧，可我无做确定。先住民啊。哦，你讲即个词哦？是。这我都毋知。安尼就无咱就豆啊，有人想要讨论，咱就罔讲看卖啦。这我有一个想法呢，先住民交原住民吼，以字面上来甲看，原住民就是住底住来就伫遮，迄个先住民就是感觉上就是你比我较早一点仔来尔，你先来。所以因会感觉讲，无爱互你用原住民，就是这住底就你诶，恁兜我尾我才来诶，系啊，所以伊要甲你迄个土地权啊，互你怎啊变做讲，你只是比我较早一岁仔来，所以你是变先住民安尼。我诶想法是安尼。感谢良知。毋过我感觉迄个原底嘛爱看算到当时是原底啊，因为像你若照中国人安尼算，伊就敢若要算到伊个啊。地球当开始的时阵，中国人就存在啊。无就照中国人的理论，就是安尼，拢伊咧。安尼因就35亿年啊啦。安尼敢袂伤久，就真正搞只安尼吼。奥斯卡有举手。奥斯卡正讲。我当你查原住民、先住民，然后我查到一篇报道啊，是讲以前国民党是叫三包，还是应该三包啊，落尾原住民想讲想要家己合作对啦，原住民同胞想要家己合作原住民来自称安尼啊，先住民敢若是日本时代日本人对原住民同胞的称呼安尼，就是一个是国民党叫因三胞啊，日本人叫因先住民，敢若毋是国民党想要甲因叫做先住民安尼。啊，无我是感觉讲原住民甲先住民，我是来分袂出你差伫倒位。原本就是遮，毋是表示讲我先来，安尼应该这就无聊。感谢奥斯卡甲咱分享的资料。感觉有人要分享。阿秋。阿秋吼，我无看着吼，阿秋请讲。拄仔你讲迄中国话叫做三包啊，台顶啊喎，大成一包喎，一包伊三包，咱算两包。点解有啲人就啲讲一包三包，真好笑。感谢阿秋真高水，阿秋真高水。安尼即趴大家感觉有啥物所在要讨论？若无第4趴，敢有人要来甲咱做伙读？阿秋，感谢。用原住民这啥文化，互地名艋舺，互人改做万华。泰雅族的这了念，部落本地的意思是。阴冷会结霜，日头伫下晡就会落山。人若来到即个所在，就知影爱炸较济衫裤火种。今嘛已经互人改做星光部落。南投县的仁爱乡原名是丙时间，意思是举石头。裂开对石头旁走出来，是泰雅族的生活传说，是因的发源地，甲仁爱有啥物关系？搁较好笑的是，迄个所在有一条
水塘竟然互国民党改做阳港瀑布，原住民的地名甲祖先生活、族人的传统文化有真深的关系，但是国民党拢甲改做仁爱、信义、和平、三民族、民权、民生、公正，即种不得不起的地名名称，斩断原住民甲土地之间亲密的关系，安尼敢毋是糟蹋人？好，多谢。感谢秋。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还是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这原住民的迄个，敢有人知影这原住民的名称要安怎读？其实我嘛袂晓读呢。咱在座的敢有原住民？咱即马有伫听讲间的朋友，敢有人是原住民？我是有头着，毋过袂晓讲。是毋是爱敲电话去甲祖先请教一下？无啦讲生笑诶。泰雅族迄字吼，迄是司马库斯，就是司马库斯是毋是啊？我是用药诶啦。对咧。咱就用咱读白话字的方式去读看卖，就是当着真正会晓讲的人才敢问就好。咱安尼吼，真读唔着啦。好，来，等咯，请你甲阮读一摆看卖。司马库斯，我感觉我甲你相共意见啊，就是司马。后壁迄字咧。克拉夫，司马库斯克拉夫。我感觉就是直接甲念出来就好啊。若真正读唔着。因知影的人听着咱安尼黑白汤，伊嘛讲你安尼唔对啦，安尼就学着啊。所以安尼后壁迄字仁爱乡的原名就变做 Piscan。仁爱乡，我 Piscan 知啊，因为迄个 V 咱唔知影要安怎读嘛，所以咱就看当发音就发音，袂晓发就莫发。上无咱有一个声音的印象嘛，拄着因知影的人就会当甲咱教。好。感谢咱咯，感谢小甲。敢阁有其他的意思要提出来讨论？我有听到一字伫咧为下骹算起来第二纸，实名不得不起的实名名称。感谢小甲。敢阁有？我要问讲第一纸迄个原住民后壁迄三字要哪念？独木舟。独木舟，好，多谢。独木舟文化。好，感谢名，感谢酒。感觉有？我是有听到迄个后壁算起来第六转，第五转迄水墙。水墙。水墙跟水墙，多阿舅敢若无读出来讲。我念长啊，水墙。的音。所以嘛有即个读法。我嘛毋知。水墙就是华语，就是瀑布嘛，对啊。我是毋捌听过另外一个音啦，就是后壁迄字，就是念水墙。像这。水墙这。有听过这两种讲法，拢有人讲啊。有吼。好，感谢咱咯，感谢小甲，感谢永安，感谢阿秋。安尼即趴大家感觉有啥物所在要讨论？还是我阁问一个吼，就是上后壁迄算起来第二段，伊是讲不拔不弃。这我第一摆听，因为我之前拢是听迄个不拔不弃，但毋知意思应该敢是相共。我去查意思是，敢有完全共款我毋知呢，毋过差不多。就是我有查到不拔不弃，嘛有查到不搭切，拢毋是台语修的啦。我阁有听过啥物乌鲁木齐，但嘛是甲不拔不弃同款的意思。是毋是有像？敢若有像吼？敢有人会使甲我回答？无共。无共吼。不搭不弃就是迄个不三不四。乌鲁木齐就是凊彩做的，好的安尼，两个是无共款的。感谢两字。歹势两字，因为我敢会当甲你请问，就是讲安尼不搭不弃、不三不四，是毋是较我迄落毋正人毋正款
这啥物正人正款？唔正人唔正款，唔正人唔正款哦，不得不亲，不得不亲，类似哦，有我意，有我迄个意思。嘿，对对对。OK，多谢。好，感谢。但我你的声哪会遮细声啊？我用耳机，就唔知我耳机到底是，迄是迄个习近平偷。但你是毋是咧泡温泉啊？无啊，因为迄水声足大的呢。但是我耳仔内底有水，继续读我来吸一下我耳仔内底的水。有个单哦，啊，就这讲来。迄个乌鲁木齐敢若吼，单位着文学读册会内底有讲着即个乌鲁木齐，敢若伊佫有迄个，就是敢若浸会的所在，就是讲浸会的所在人拢毋知迄是啥，就是讲沙漠，伊咧讲啥，有迄种意思。因为乌鲁木齐离咱真远啊，佫有因讲伫若伫欧洲也讲中国，因若讲中国也是，就是敢若就真远的所在的，讲着真远的物件，迄个所在的物件，人拢毋知迄个花啊，听无啊是安怎会使用，敢若会使用真远的所在来表示。哦，花真远的所在。正是有捌听过，毋过我毋知影，我是无确定啦。毋过嘛会使甲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讲乌鲁木齐是毋是讲的是迄个新疆的迄个迄个啥新会哦，乌鲁木齐啊。我有捌听过即款讲法啦，毋过我毋是足确定的，会使去查一下。以上甲大家分享一下。人讲什么东土耳其斯坦，伊嘛是迄个甲土耳其是共。土耳其是共的迄落。感谢阿秋，感谢小甲。一趴大家感觉有啥物所在要讨论？好，那么后一趴第5趴，奥斯卡敢方便？上届糟蹋人遐对无？是。上届糟蹋人的是素性，原住民是安怎遐尼济人生叛？因为伫汉沙文地的心目中，原住民是生番，生番上适合，生花的嘛袂少，迄是温数，因为乱数性，地数原住民本地是亲人，互人数性，互人数无共性，隔代以后因为种种原因失散，产生血缘乱婚的现象，其实原住民的户名文化甲汉人完全无共。譬如讲阿美族，阿美是无迄社会，因的名后壁的姓是老母的名，有拢的名，第一字是家己的名，第二字是家姓，第三字是宗姓。有拢会将是用祖先的发源地，也是祖先互人发现的时的情景来号名。比如讲，曼夫妇即个宗姓是讲因的祖先伫台湾洪水期洪水袂晓念过后，互人发现挂伫树顶的意思。到族有亲宗主名制。父母对囡仔的新名来改名，阿公阿嬷嘛会对大孙改名，因为安尼，后面是会去考虑将来几若十年了后的能力情形。大囝甲囡仔号名，有诶会用一物来号名，譬如讲多肉，意思是树芽，表示即个囡仔要继承。祖先的香火，嘛有可能用地域的特性来号名。比如讲，住伫白亚南的囡仔出世，有可能叫做白亚南，意思是好款待过路的人。囡仔若是定破病，有可能甲号做有毒，意思是魔鬼。希望囡仔借即个名来抵抗病魔。台湾学生协会邀请来专美校园巡回演讲的原住民牧师，就叫做
有毒死。百万用家生做为主做亲族诶分界，因诶家生是用住诶厝诶名来互诶全厝内出世诶人以后分家出嫁，嘛无改家生。即使迄个家族诶人口迄个家族诶人口愈来愈少，但是原来诶厝所占诶土地又伫咧，经过外手买旧诶家私也会搁重新恢复以上。感谢奥斯卡甲咱读到即趴，奥斯卡读了真好。奥斯卡甲咱读到即趴，大家讲有啥物意思？有啥物所在要讨论？小甲请讲。3个字，我即趴迄段我是要算。植物啦，我直接讲安尼较紧。植物是食物，毋是植物。搁有迄个食物的下骹第二抓吼，地血，毋是地狱，地狱，地血。我若是有讲毋对，会使甲我指正一下无要紧。搁有上尾迄两字是恢复，毋是恢复。以上3字补充。搁有迄个奥斯卡讲袂晓读的迄两字吼。洪水啦，我感觉即字洪水还是洪水，我想要甲大家讨论一下。阿明有举手，请讲。安尼我先回应迄个洪水迄个好啊。台日是有收洪水，毋过伊个洪是第5条，所以5会变7，嘛会变3，水也是洪水拢会使。过来若讲要讲较口语化诶，会使讲大水啦。做大水啊！做大水就是咧讲即个洪水嘛，外语咧讲诶洪水。有一个字就是伫迄个第5抓诶所在，迄个血缘啦，迄个血缘。我奥斯卡敢若读做血缘诶款。血缘，以上补充。感谢小甲，感谢阿平。感觉有我歹势，我先想来讲，我想要甲大家讨论吼，就是有一字，就是为下骹算起来第3抓，迄个分家大概是会通读分家，还是会读分家还是讲这两个字是拢会使，还是讲伊的意思是无共？因为我这字是我是会读分家啦，毋过敢若嘛即个人读分家。好，以上来回应小甲一个。会分家，无就讲分家。感谢同志，感谢。我要问同志，迄个你讲分家是后壁迄字安怎写 ？CHIAH 第8条。分家，对，兄弟分家，就是分家分家，了解。过来就是迄个我。有几字吼，迄个上界糟蹋人诶是，因为伊迄是 double hyphen， 迄个人爱读本条第5条诶人，过来就是这两3是隔代以后，因为种原因，迄个是隔代嘛吼，搁有一个本浪诶宗姓，宗姓诶款。对，过来差不多就是安尼。以上。感谢同志。手先讲。我捌听过分开啦，分家我捌听，就是生活中捌听人讲分开。分开。个我迄个，我要请问，迄属性属性，就是上第一。抓诶属性属性，还是拢会使？我感觉拢会使咧，性甲性拢是应该是无共诶腔口尔。好，以上。姓名还是姓名安尼？若高一字我是无查，所以无确定。奥斯卡拄则有举手，请讲。我想要问是我搁袂记了。是中性
加性是毋是？还是中性甲加性？哦，安尼甲出这问题有性，我查到的是性甲性拢有呢，拢有吼。所以对啊，嘿啊，按讲照有叶手，按讲这请讲。迄是腔口差啦，两个拢会使啦。哦，好，感谢按讲照。啊，搁一个做好耍的哦。嘿。迄个迄个盘啊，迄个是喷。喷。猪咧食的喷，迄字啊。哦，迄是喷哦。猪咧食的，因汉字就是猪咧食的喷，就是即个喷。啊，但是咱即摆咱是讲盘啦。系啊，所以你若看迄个，迄种合作啊，你嘛做水小的。对。真正歹，好，感谢大家。安尼感觉有啥物所在要讨论？若无第六趴，敢有人要来甲咱做伙读？因为第七趴两纸尔，第六趴甲第七趴的做伙读。敢有人要来甲咱做伙读？剩个啥无？就我可以读。敢有？按讲照拄则有开麦哦。哦，按讲照，敢有想要来甲咱读？猫豆读好啊，猫豆读。好，互我读。对于以上的例，咱会当看出原住民的姓名甲因的土地文化、日常生活有真密切的相连。使因的姓改因的名是无人权、无人性的行为。最近立法院有通过姓名修改条例，原住民会使甲因户籍顶的汉名改转来传统的原住民姓名。毋过一定要用汉字写，袂使用罗马拼音。所以原住民的姓名会使叫做阿栋、尤帕斯、高路、马来、巴努、加巴姆姆等等。但是安尼做已经破坏原来的意思，这是破坏文化。比如讲，有人叫玛丽是风的意思，但是一定要用汉字写，只好写做巴利，还是巴利，规个意思拢走整去。证明我记的几个例用汉字来写，已经完全变无意义的符号。安尼做有啥物意义？准讲干那要合音，南岛语有真侪音是汉字无的，根本无可能全部用汉字来合音书写。既然要行原住民姓名权，是安怎无要行因语言权？无要互因用家己的母语，用因惯习的罗马字来写因家己的姓名。那以上即趴大家敢有啥物意思要讨论？有一想要请教大家，第六趴的部分吼，迄是破坏还是破坏？我是读啥我就记。你是读害啦，嘿。我会记得我以前有伫写稿的时阵，我写害，结果互人改做坏，所以我想要请教大家，应该是倒一字较对，还是讲其实两个拢会使，只是有较建议讲用坏，还是讲用害安尼？我感觉是我感觉是我读对去呢，是破坏对吧？破坏哦，破坏有票啊。我是破坏迄票，敢有人有想法？我嘛是惯势读破坏哦。我嘛是惯势读破坏，毋过我捌听过人讲破坏。即摆主要是讲迄个词啊，是讲迄字啊。即个词，嘿，因为若是害吼，有其他的用法啊，譬如讲啥物规组害了啊。个规拢害去啊，迄款用法因为即两字斗做伙，我就较犹豫啦，就是讲到底是破坏还是破坏安尼。你查是在你收呢吼。对啊，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就感觉会使甲大家请教一下。李老师，我感觉两种拢会使。好，感谢。我感觉应该是大家较可能一开始有吧，
有安尼读啊，就是破坏，啊个尾啊，大家较关心，较侪人讲破坏就大大都对安尼啊，破坏就愈少人讲。代志是有破坏，破坏，对啊，伊用迄个卡纳写嘛是坏，真的安尼，伊这篇啊，做这篇文章，伊伫迄个国家语言发展法，这个是伊公布进前写的，还是以后？之前这是2002啊，2003写的。哦，安尼就是进前啊，所以即马已经2019年通过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了，敢会使用罗马字来写，即马后生应该会当互人用安尼写落。伊就华联迄个，他等于双击迄个我老师伊就是用迄个罗马字写。咱若像咱若像要用迄个白话字写，毋知敢会使吼？你这样我要去试看卖。我妈妈协会因申请迄个协会有通过，就是会使用罗马字写，啊个身份证我毋知。而且迄当阵因申请的时阵，嘛是拜托迄个迄当阵特别为因的迄个我办公室内底甲因斗相共啊，才有通过。啊若无，啊是讲无人去甲因斗，无人要准安尼使用啊。秋姐讲，我嘛想要去改。毋知身份证会使改无？阿秋，哈，你摕来我甲你改啊。你甲我改，我摕来用鉛笔甲你改。我用三金行领钱，我就甲改签白话字诶。毋过迄敢若迄个名，迄个签名诶位尔。即马身份证是换诶，可能会当改诶机会比以前较大啦，因为以前较旧诶身份证是直诶嘛，就迄个内底字啊名。我先讲到遮，下面请讲。补充者拄则单独讲诶，我妈妈迄届伊是用抄诶啦，就是迄毋是，就是固定会使安尼做，伊迄是用抄诶，所以伊迄是特殊诶咧。所以后摆别人嘛，若要请，可能嘛是会拄着一款状况。另外就是拄则讲迄个名诶部分，就我知敢若是无法度，就是身份证，就是敢若目前是伫护照有法度处理用迄个，就是家己诶名去写，伊迄个名叫做啥？我袂记得。规定伊我感觉迄嘛毋是名，对，伊迄算做英文名，迄个我知影原住民因咧用是毋是？我无做确定啦，是毋是因两种拢爱啊？就是是毋是汉字嘛是共款一定爱写？我真正知影是敢若是安尼。另外补充者拄则咧讲迄个词，我知影是破坏啦，毋知是毋是大家想起另外一个是迫害啊？因为迄两个词是无共诶。以上。感谢迄位迫害破坏。好，我妈妈其实伊伫即篇后壁吼，伊有一个30当直刊回应，毋过咱今仔日可能是无法度读，因为伊迄篇文章真长，伊有26%。伊伫顶悬伊就有写讲，伊要请迄个名，伊要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了后，伊要请迄个名，伊是专案处理通过的。伊有讲伊是专案处理通过。伊要请迄个名就签半重，伊要开银行口座，搁签搁较久安尼。咱后礼拜就会读到我妈妈迄篇，伊是规篇拢是白话字，就是回应即篇姓名款的。咱身份证要写咱家己名，会遮困难。伊会使用伊的理由，可能就迄两个啊，就是讲咱即摆官方语言是中文啊。毋过国家语言发展法加安尼。伊会使讲伊的户政事务所的内底迄个系统无法度显示因罗马字的啊，你嘛拍袂出来啊，因为伊的迄个单位内底敢若会使放中文字嘛、汉字嘛，你若要放英文，可能是伊的迄个定时的方面可能会显示袂出来，伊嘛会使用即款理由甲你讲啊。我感觉
这可能爱真长的时间，毋知爱偌久啦。就是讲，可能爱有人去带头去讲即件代志，啊，若无，我想讲要改，应该是目前来看是敢若较无可能啊。啊，毋过至少咱护照会使先改啊。虽然讲咱护照顶悬的迄中文的名，迄嘛是规定一定爱写的。啊，毋过至少迄个拼音的部分会使写。啊，你若甲原本你的就是汉字华文翻做迄个拼音的时阵，你嘛会使甲伊囥一个迄外文别名啊。对啊，所以我感觉护照的这部分大概会使先去试看卖，啊，身份证大概继续拍拼去争取看卖安尼。好，以上。感谢小嘉，下面讲啊，下面应该伊要讲应该是甲我要讲的共款，下面安尼好，安尼下面请讲。补充者，因为当阵我妈妈去申请的时阵，伊有甲我讨论啦。啊，买手当然我是无去啦。啊，因就是因的结果就有，其实因有找相关伊的迄个技术方面的人啦。啊，因就是中华民国有设一个叫做什么专字库，其实内底嘛有白话字，所以迄技术方面，即马你若是一般用电脑系统，其实拢是用Unicode的，所以迄拢毋是问题，就是结果就是迄个检查的方式有问题，就是讲伊可能限制一定爱啥物款的计数，迄是检查啦。你若讲迄单位资讯系统内底，即马应该基本上拢有法度处理，就算你用迄个就是专辑库，迄就是算做迄个 Big Five 的迄个片码，毋过即马应该无啥人咧用迄啊啦，应该拢用 Unicode 啊。以上。感谢下面。歹势佫插一句。请讲。技术问题拢毋是问题。好，安尼若是有人想要去试看卖，用你的身份证去改名，啊，若有成功，再转来甲大家报告这个好消息。好，以上。我若是在台湾，我随来试，甲伊讲我身份证无去啊，要换新的。啊，毋过我即摆无伫台湾，所以就请在座各位，若是有时间，就去走一走去试看卖安尼。好，以上。会使来去试看卖，啊，咱若有人成功，再来甲大家分享。既然技术毋是问题，安尼就是就是其他的问题啊。啊，大家讲佫有啥物要分享诶？就是拄则我叫是讲下面要讲迄个国家语言，我真怀疑，我看伊应该是讲甲无想要讲啊。这个法律是无强制性的啦。啊，若大家有兴趣，咱豆豆一条一条甲看，因为内底规定拢总是较济，应该是90块啊，拢是建议也是安怎，就是讲较少轻，就是其实无啥迄个头足无够啊，无动头啊，就是爱继续想办法。好，顶摆我听迄个有一个论坛，有啉这饭要钱啦，我毋知台语讲哪读。啊，伊迄个前辈其实你在这内底拍拼嘛真久，啊，毋过就是伊嘛是有讲着在这内要做代志，足济角啊，真歹，就讲无像咱想的遐尔简单，所以才会安尼一直拖刷，对啊，就是现实是安尼，对，到以上。这我做想要插一句话，就是因拢讲甲足好听啦，啊，就是讲啊，伫体制内底做这代志，啊，体制内底白脚白手，啥物代志拢无度做，就讲就啥物代志拢爱照因的规则，啊，咱咧做干嘛安尼做？系啊，我是感觉无需要，咱会使做社会运动，咱去弄体制，系啊，无需要照因遐咧讲的啦，因遐出来拢要讲舌头尔，无效，讲煞。感谢你，感谢丹啦。对啊，国家语言发展法就是我真正我无讲看甲足详细，毋过我是有看，就是伊就真正伊就无强制力啦，伊就是讲会使安怎，啊，毋过你看了你会感觉就是伊明明调查得出来啊，伊就甲你讲，即个语言一定伫咧危险的所在啊，即个语言已经安怎，伊就有调查出来，啊，毋过伊嘛是安尼啦，就你我看了袂啥爽，你就是伊伫台语下骹佫会讲建议台语大家会当用台语即个名词，毋过台语下骹佫有闽南语、台湾闽南语、台湾台语安尼好了话，等安尼啊，所以这都是无法度的代志。以上，好来啊，佫有人有啥物要分享诶？好。
那无今仔日的时间差不多啊，我来做一个结尾。咱读册会逐摆读的文章，讨论的语序有啥想法，会使甲你的感想发表伫咱读册会的网站，欢迎大家甲你的想法写出来，请用台文写心得。咱即个读册会网站顶面会用你看到相关网站有台湾俗谚甲倒数的台语插榜，倒数的台语插榜有新的单元。台语白话字基础发音，若是有趣味要学台文，会使哪看影片，哪学台文白话字。若有人想要买台文通信30档纪念日刊这本册，嘛会使伫网站内面的关于找到要买的网链。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参加这个读册会，大家晚安，下礼拜再会。大家晚安，拜拜。大家晚安，拜拜。感谢大家。Yeah.